来看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昭华进行开记者会，指控环保署长张祖敬暗砍一个主管性骚扰的案件。早起陈昭华搁再说明讲，加害者是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的队长李建玉。立委是讲又接到8件的定情，其中有6件是发生在署长张祖敬的任内。环保署早起是回应表示讲，已经请外部委员进行调查，这个加害者嘛先该调离主管职等待调查。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搁再出面指控环保署长张祖敬暗砍一级主管性骚扰女性案件。陈昭华第4届开记者会公布加害者都是环境督察总队长李建玉，有接到投诉指控李建玉对署外人员会揪人的手，我过去讲过，黑白蒙训练班学员的下海跟架头，搁会甲环保局人员锁头摸尻川，拢总有8个案件，其中有6案是伫现任署长张祖敬的任内。这些行为呢，让这个受害者身心受创，速度接受諮商的治疗。陈昭华阁讲，总队长李建玉去互人指控，环保署嘛无要求伊爱停止调查，怀疑环保署根本就是咧接案。对于这个吃案的这个首长张子敬，我们也要求劳工局、社会局要给予最大的处罚。按照环保署嘛出面说明，讲已经有请3位署外委员成立申诉调查小组，会先甲李建玉调整做非主管的职务，听候调查，内部嘛开始行政调查。环保署这边已经由政风室来做行政的调查，后续呢会依照行政的调查的结果，如果确实有处理的过程有疏失等等的，那么会依照规定来做这个处分。去互人指控性骚扰的环境督察总队长李建玉到达拢无回应。环保署表示，按照目前的法令，无法度甲事务官停职。红指控的8案当中，环保署内部有资料的，干了3案，按照其他案件是无收到任何资料。为着要保护当事人，当时的处理状况无方便公开。记者林静梅、王兴忠台北报道。